咱时间嘛到啊吼，好啊，各位线顶诶台语文的友志，大家好哈！啊，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即礼拜诶即个线顶诶即个台湾文化论坛哈。啊，咱即礼拜呢，也要来探讨即个台湾第一间诶即个台语诶实验国小啦哈。啊，到底是有影还是无影？还是做真诶啊做假诶？啊，咱今仔啊，要来探讨啦，哈！啊，咱今日嘛邀请两位特别来宾，啊，这两位嘛拄啊好是咱即摆呢高雄市罗德的即个北岭啊，北岭国小的两位台语的支援人员啦，哈！当然就是讲伊正式的名称是叫台语支援人员，毋过基本上呢，因就是到负责。台语的老师啦，吼咱等下呢，嘛会互因两位每一人头20-30分的时间来讲因伫目前伫遮甲教学所看到是讲有啥物意见来甲大家分享吼，等下嘛是会当互大家来 Q&A 啦吼。大先呢，我就先甲即个大概即个台语实验学校即个。由来我嘛小说明一下哈。当然，真侪人听到这个消息，可能拢是为报纸遐听到啦哈。对着这个全台湾、全国第一间台语的实验国校，有真大的望期待啦哈。不过呢，我是建议大家莫期待伤济毋是讲咱这两位老师无好。毋是安尼，是足侪问题，即咱等下来探讨，看要来改善当然，咱是足希望伊会当成功啦，但是咱有真侪问题要克服，我先来讲即个背景由来是安怎，各位伫媒体顶头会看到即间台语实验学校啦，这呢，若要讲到差不多3当前啦，大约。差不多3当前咱南社有去找陈其迈市长，我嘛是南社的副社长当时咱南社社长、副社长，还有真侪理监事包含咱前拄好过身的即个咱南社的前社长嘛有去迄阵是嘛有去迄当时咱就是去甲即个陈其迈市长拜访陈市长嘛真有诚意伊嘛甲大家坐来伫市长室遐坐来谈伊嘛有叫即个教育局长迄当时的教育局长毋是即摆即个是进前的教育局长啦佫有进前的即个文化局长嘛拢有来啦因为咱南社较关心的，当然就是有关着即个教育台湾化佫文化即部分的议题啦伫遐咱南社嘛有做真侪建议啦其中有一项就是讲希望会当设立即个台语的实验学校啦咱迄个说帖呢迄是由我语的啦内底我就简单甲市长讲咱客家伫美浓有客家的实验国校啦，原住民嘛有啦，独独呢，咱高雄市，我嘛算高雄人呢，高雄市大多数拢讲台语的呢，基础则是讲客语，或者是讲即个原住民话呢，大多数尤其市中心，大多数拢讲台语的结果呢，咱无半间台语实验学校，含一个实验班都无啦，含一个实验班都无啦。所以当时我就讲希望市长遐看会当有台语的实验学校，先为国校开始做。安尼真实验学校无代了做，无你上无嘛一个台语实验班互阮，当时陈其迈市长。伊听了嘛，所有同意啦，嘛真支持啦。
伊就随裁决啦，讲好，这有道理啦。客家原住民拢有啊，而且因咧一档拢几若百万的经费伫互因做啊。咱煞上落税呢，咱缴税金上侪人缴的啊，使用台语的人口嘛上侪啊，结果煞拢无，所以当时伊嘛随承诺，伊嘛随讲若该当爱编预算，该当编，伊愿意编啦，伊嘛有差事叫迄当时的教育局长，毋是即摆即个，是进前迄个啦，讲安尼着来做，若有啥问题，着以我做窗仔口，叫教育局遐着甲我联络，安尼啦，故事的即个起头，原起头是安尼来的，所以市长遐就随差事要求教育局遐去做啦，但是迄当时的教育局有认真做无？这这讲起来就话话头长啦。简单讲呢，无认真做啦，拢应付的啦。为啥来应付？这就是咱即摆当前台湾人所拄着问题啦。你市长台湾人啦，民进党咧执政啦，你就算市长想要做，毋过下骹尤其是教育局大多数拢拿赢的啊，你知道？遐公务人员表面上讲伊拢客观中立，毋过基本上拢是拿底的啦，基本上拢拿底的啦，一半以上，甚至啦一半啦，拢是拿底的啦。你敢知影？这市长已经交代讲要做实验学校呢，结果迄当时教育局凊彩敷衍，甲应付，伊当作我3岁囡仔，你敢知？有啦，伊有2届要开会啦，叫我去开会啦。第一届去各位互恁摇看觅呢，出席的除了我，阁有谁，恁知无？就敢若教育局几个啊，科长啦，几个科员啦，局长嘛无来哦，敢若我一个啊，我一个人啦，去开会，签到嘛无签啦，尾嘛无会议记录啦，去开会咧开啥？伊讲蒋教授，我跟你们报告我们现在已经有实验小学了，我们已经有实验班了。你甲当做3岁囡仔，伊就伫遐开始简报啦。伊讲阮高雄市公山区寿天国小已经有台语实验班啊，寿天啊，寿天啊。你敢知影？我拄好，我公山人呢，我公山出世的呢。寿天拄好伫阮兜附近尔呢。伊甲我讲阮寿天国小已经有咧教6年级某某一班有一个某某老师啦。我讲迄老师都我捌的啊，我都熟悉的啊。迄老师原底是台南的，伊是过高雄遐，嘛是做志愿老师嘛，志愿人员尔啦。伊迄是啥？伊迄是甲教育部申请补助，教育部有一个计划，伊是补助啥呢？你补助浸水式的教育啦，就是讲你鼓励你台语，你的伫学校内底呢，台语课以外，譬如讲有生活啦、体育啦，会当加讲一寡台语安尼啦，就甲你补助啦，你请计划啦，若有就互你5万、10万安尼补助啦。迄个老师拄好有迄个嘛，真认真啦，迄个我有熟悉，咱就莫讲个名，伊嘛真认真，伊嘛去申请，嘛得到补助，敢若毋知10万啊偌济啦。就讲迄班尔，安尼尔，伊竟然甲我讲迄是实验班啦。你敢知影？因真爱甲我当做3岁囡仔呢？我就甲现场讲这个老师我就熟悉，我嘛公山人，这都毋是实验班嘛。实验班、实验学毋是安尼母的嘛？你这根据是教育部伊个浸水式教育，甲你补助的尔嘛？就迄班伊请补助补着安尼尔嘛？莫甲我讲迄什么实验班啦，因则掂去，你敢毋知？
我著甲现场我嘛讲吼，安尼啦，袂咱后一届吼正式开会，咱著加邀请一寡专家来，莫讲干那我一个，咱会当邀请一下人客家的遐实验学校是安怎做嘛？原住民因遐实验学校，像讲屏东人遐嘛做了袂歹啊。原住民的实验学校人是安怎做？邀请因来，甚至英语的实验学校实验班嘛会当邀请因来。咱高雄嘛有一寡学校，伊是用即个英语做特色的啊，咱就邀请因来嘛。结果教育局嘛人订青呢，因讲因迄对这拢无熟呢，反正就甲应付啦。我嘛甲开名单讲吼，无咱就爱加邀请一寡即个专家学者莫讲干我一个人意见，加一寡人的意见来。咱即个台语实验班要安怎来办？安怎来规划较会好势？嘛人讲好呢，结果呢，后来第二届阁要开会啊啦各位你甲想，即届有几个人？嘛是搁我一个人，迄道理啦，搁我一个人啦。嘛是搁共款，遐科长、遐科员几个人尔，5、6个安尼尔啦。来了呢，嘛是搁甲我开始搁伫遐讲吼。这公山国小因开始搁伫遐哩，因这就已经是台语实验班啊。共款的话搁讲一届，伊甲当作笑的，你敢知？这就是中华民国教育局的人，你敢知？我迄当时我足生气的啊，我甲因签名的啊。我恁这就黑白来嘛，若搁黑白来，我真正要甲市长斗啦。人市长就差事啊，叫教育局长就去做啊。结果开会局长也无来，叫因遮的人甲凊彩应付。我教授你做假的哦，你看有含啊无含？2届啦，过就无啊啦。后来呢，过几若个月，迄当时高雄市教育局有一个本土教育委员会，即摆即个本土教育委员拢空壳的啦，做假的啦。拄好南社前社长，伊律师啦，伊是委员会委员，伊就去开会啦。去开会时，嘛就甲质询啦讲到底你即个台语实验学校是做了安怎？有咧进行啊无？嘛是拢甲应付啊，讲有啦，阮拢已经有咧做啊。到公山啊、寿天国小啊，遐着台语班啊，拢甲装笑的，你敢知？这拄好我事情，我拢先甲社长讲过啊，社长嘛咧爱笑啊，就是拢应付啊。过来，后来呢，尾哪会向新闻有播即条出来，恁知啊？播讲太有讲报要有台语实验学校，拄好咱前基进党的即个议员啦，张博洋啦，张博洋，因为我甲伊嘛熟悉，咱南社甲伊嘛关系真好，伊呢就伫议会时阵有去质询啦，有去质询啦，质询前局长啦，真正教育局长甲问啦，但质询就对啦，问讲到底你这个台语实验学校，哎呀，不听啦，笨完。麻烦迄个麦克爱关一下哦，歹势麦克爱关一下所以这个议员呢，很热，不要唱过了，很热。麻烦迄个咱的听众麻烦你麦克爱关一下无恁讲话大家拢会听到麻烦小关一下所以呢，迄当时议员都去质询，就问市长，问局长啦，当然进前教育局长就足紧张啦，讲有啦，我要做啦就按算迄一年，倒一年，意思讲今年啦，讲今年的9月啦，当然这是进前啦伊讲到2025年9月呢，开学时特别挂牌，
就要开始成立啊啦，吼，就进行啊啦，吼，嘿，迄局长就安尼应啦，吼，啊，迄当时我就我爱笑啦，吼，啊，这局长拢拍一支牌互到啦，我凡事都袂前挂牌，就离职啦，就走去别个，啊，真正互我约甲准啊，吼。啊，伊后来就调走啊，就无搁做局长啊啦。吼，啊，无做局长原因诚济啦，吼，这咱就无爱去讲遐啦，吼，有诚济问题，吼，这咱就莫讲吼。尾仔伊就调走啊啦，吼，所以即摆呢，后来呢，为旧年开始是换另外一个新的局长啦，新的教育局长啦，吼。啊，当然新的局长拄起来，伊嘛毋知头毋知尾嘛，伊嘛毋知影这是到底是安怎啊，吼。所以呢，阮旧年。我甲咱南社的社长，即摆社长吼，洪社长呢，嘛有亲自去拜访即个即摆新的局长啦，也有甲讲着咱遮济人对着即个实验学校的一个期待啦，当然即摆即个局长是我真正面啦，伊是我真正面。表示讲伊会嘛真支持啦。迄当时我着具体甲伊讲啊，要支持着爱真正有行动啦。你即个实验学校要会成功你经费甲人力爱拨落。你若无经费、无人力，迄拢讲假诶啦。迄当时我着甲伊建议讲无你嘛爱上无爱6个专任诶老师，拄好一个年级一个嘛，咱小学1年甲6年，一个年级一个嘛，互伊斗顾台语嘛，因为你要叫即摆遐个现有诶国校仔老师，叫伊讲原底用中文伫教数学诶，向要转做台语文，无几个人有才调啦，一定要有人甲伊斗相共嘛，而且要有过渡期，要几若冬，无你强迫伊，等到伊反弹，伊就袂愿做啊。颠倒会反弹，所以你一定要上无你逐个年级弄一个专任的台语的老师，你一请你上无，若上好是会当正式的有迄个正式的课是上好，上无你一聘就是6档，要有保障嘛。为啥要聘6档？因为咱实验学校若要会成功，免那检验，你要为国校1年甲6年嘛，上无爱6档嘛。伊为小学1年到小学6年毕业，安尼连贯起哩，你毋才会当看讲伊诶台语有进步无？你即个计划，你要进，一定要6档，你袂使讲安尼半学期，你请老师，像即摆呢，咱线顶等下会发言，开学甲预习因就是安尼啊，一学期请，无甲半档呢，伊咧算学期诶呢，即摆休热爱转去食家己呢。含劳健保嘛无呢，到即嘛还无确定伊后期诶价值无呢，拢着搁等到开学前，开学前1礼拜，伊才搁伫遐通知你搁来重新面试呢，迄拢你糟蹋人敢知？这你是要哪保留遐优秀诶老师留来甲你教，无可能嘛，而且这拢算钟点费诶啊，你要哪叫人老师会当专心投入，甲你斗写教材，斗教囡仔台语？无可能嘛！我迄当时我就甲局长反映讲，上无你啊6个专任诶，一个年级配一个。结果尾今年局长伊讲有啦，因会想办法啦，有啦。结果想出来办法就是2个兼任诶志愿人员，搁会一学期请，毋是一届就甲你保证6档。一学期请，就我拄则讲诶，一学期请，各位你甲想，这是要做啥物实验学校？迄当时局长嘛讲有啦，阮编500几万要来做啊啦。各位，500几万听起来足好听对无？伊若真啊编500几万咱甲足学落诶啦。毋过这敢若变神啊，你敢毋知？讲500几万。伊嘛毋想讲，我教授嘛毋是做假诶呢，我嘛伫学术界伫大学教册我20几档啊呢。你讲编500几万，我着安怎讲？来，请问
你的名册我看500几万名册来摕我看，一看就闹开啊！500几万内底有透400万，是迄个校园建筑物要整建啊，啊，就地动啊，建筑物围路啊，爱甲征收，爱甲修理啊，迄个开超400几万啊。过来3岁，搁开啥？真正用伫台语的20万。我讲毋是我咧操蛋啦，我今仔发起台语基金会，每一年投入做台语就毋来20万啦，超过200万啦。一个政府卡输我一个基金会，毋是我咧好笑啦，知毋知？迄有当时人足硬气，你敢知？正讲真用咧做台语，大约差20万尔啦。安尼你要共自称讲是实验学校，实验鬼咧？你知无？你讲甲好倒，敢知？哦，所以讲，即摆情形就是安尼，吼，所以即摆呢，北岭有啦，校长足有心，咱北岭校长听到邓行干报，伊真足有心，毋过呢，各位，你足有心，你嘛爱互伊钱，互伊经费啊，互伊老师啊，无是免啊，多子高子，你无钱通买菜。无钱通买鸡丝，伊是要煮一个碗糕咧，对无？无鸡丝，无菜，无料理的物件，是要煮啥？校长足有心，伊嘛真无简单哦。说服全校的老师，大家拢同意投入做实验学校，吼。但是即摆你无啥物经费啊，干那2个兼任的，佫是迄种吼，我著拄则讲的，休热转去食家己。等甲开学前吼，再过来重新 interview， 重新面试一届，这是来对人做糟蹋的，敢知？吼，所以呢，就安尼，吼，这呢，所以这个课呢，认真讲足歹请人的啦，嘛确实真啊歹请人啦。所以当时校长嘛头毛咧烧啦，伊讲吼，都请无人啊。所以是尾啊，包括我金花老师吼，大家去动员，大好。叶心甲开放2个真热心，无计较着遐，怎聊咧斗相共呢？真正是安尼呢，所以呢，伫遐目前教一学期啦，先伫即个北岭遮教一学期的即个台语啦，所以大概情形是安尼。未来到底会有经费无？会有人力无？毋知这咱最近呢，我嘛甲南社提案吼。最近过来拜访市长啦，最近过来拜访市长啦，过来，伊讲有要挂牌，我嘛毋知有挂未啦，这等下可能请2位老师甲咱了解看觅，看到底伊挂牌未啦，咱知影你要正式的实验学校，毋是凊彩创的，迄你要计划书呢，爱经过一定的开会规划流程，才能正式变做实验校呢。咱实验校的精神是安怎？你1年开始，每一年，咱就真正要互台语的囡仔有法度来透过即个，就讲伊的其他科目尽量拢用台语安尼，互有即个机会呢。毋是讲干1、2节课，内底互你讲台语，剩的就拢无，毋是安尼。咱实验校真正讲，要会当以台语做主体呢，目前看起来是要有困难啦，要无就做甲安尼啦。所以我本来足期待呢，包括咱南社另外一个李干事，迄个Jenny，Jenny伊嘛，阮的囡仔本来嘛想讲这若真正正港的台语学校，我转来遐读嘛无问题，逐工仔早遐读嘛无问题。结果等到我大汉囡仔读国中啦，到真呢一个实验学校拢阁是空壳的啦，实在有人遐真硬气啦，所以我先甲即个源头先说明互大家知影啦，好，咱即摆接续呢，咱就请2位先来分享恁伫遐教，无咱先请叶心啦，叶心姐甲开放，恁2个啥物要先拢会使啦，无开放你先啊。
好啊，啊无我先好啊。好，你明无开学，天你走哈，你先啊。好，安尼无麻烦开学，好来。好，各位山顶的友志，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我是凯旭就是今仔日真欢喜来到这个台湾文化论坛，分享我甲一心伫放领国小教台语的经验。毋知大家对就是规个台语实验学校的想象是安怎啊？我家己的想象，我知影我要去遐做工课的时阵，我家己的想象是足期待的，感觉讲就是用台语来学所有的知识。就像国外安尼，因用英语学所有的知识，像日本安尼用日语学所有的知识，这是我的想象。嘛像拄则魏文教授讲到的，要互遐个原本的在野的老师，拢是用中国语来教册，向要转换做台语，这确实是有困难嘛是爱有时间。即马的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的经验，甲有一生等的分享伊的经验吼。好嘛是共款甲大家自我绍介一下，我即马是清大台文所的硕士生，嘛是顶学期放领国小的台语老师，佮有顶个月7月份的时阵，因有办一个放领的台语营队，我嘛是即个营队的筹备者甲讲师，另外嘛是现主是清大台语那个的活动助理，这简单的背景绍介。今仔日即个内容我甲做3条线，头一条线这是我要来讲的，就是台语社团台语营，佮有我感受到的我感觉目前其实大家人拢了袂惯势第二条线咧，就是放领放上头啦，教材改写等等，这是我一心共同来有咧做的一寡事工。最后一条线咧，一心等下甲大家分享包括着效果的改写。佮有台语采访，一心上即个台语采访的课程是安怎来进行，佮有伊家己的一寡观察甲感受到底是谁有支持谁无相挺安尼好，安尼台语社团的部分头起先因即个社团是中年级的是3年甲4年合作伙来上，因学校原本就一个台语老师，毋过伫阮2个入去了后。伊就是想要甲社团甲伊拆开，因为伊感觉讲3年4年虽然敢若差一岁，毋过程度上嘛是有差，所以伊就想讲安尼3年互我带，4年互伊带安尼，我就讲好安尼3年我来教。因为这个社团算是较弹性的、较自由的这个课程安排设计，拢是我会当来家己设计。所以毋免讲真正，因无课本，就是拢我家己来用生遐的教材，是讲生活动。即马大家嘛拢知影，国校内底的台语课本拢是嘛是以汉字为主嘛。汉字有时搁一大堆怪字，囡仔才3年中国语的遐个汉字，就拢要记袂好势搁爱加记台语的汉字，我感觉是真正力的代志。我就发现讲因的罗马字的。基础也无做好势，所以我就为4月份2月3月份开始接，接到学期底6月份安尼4个月时间，为罗马字重新来甲因拍基础。我教的方式咧是互因为字母开始去认捌，就像咱学英语共款一定爱为 A、B、C 开始知影嘛，知影 A 到 Z 迄个声音，搁有伊的即个字母安怎读，搁有比如讲。伫字母熟悉了，开始去组成一个词，甲因讲迄个字的组成的规则，一个主音到一个母音，一个主音到一个母音安尼，豆去互因建立即个观念。字数了，开始去互因变调。即我嘛爱先感谢即个一心，因为伊伫教学经验较济，我教学经验相对较少，所以伊常常会互我一寡建议，也是甲我讲，互囡仔带囡仔的方式是尽量互因当去观察着。讲因是伫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迄个道理甲迄个事实，安尼因才会当真正学起来。我拢干那老师咧讲，因其实听的有当时就过去就拢无记掉咧。所以变调是阮用迄个念的方式，互因去听迄个声音的变化。当然伫变调头前拢有先讲过迄个第1条甲第8条迄个差别。伫学期尾的时阵呢，我就互因去试看觅读完整的一个语句。即个语句嘛无讲足长，就是比如讲像阿爸驶车去上班，阿母去菜市买菜，即款短短的语句，
互因开始照咧头前教着的观念甲即个规则，互因去个主音加母音啊声调的变化，安尼去甲伊规个念出来，吼。啊，即个其实到学期尾囡仔，大部分拢读会出来。迄班有15个人，其中一个是资源班的，迄个若无算14个人，吼啊，14个人内底差不多有1/3的人，读会出来。吼，目前我观察到的成果是安尼，吼。啊，过来就是台语啊，顶个月台语啊的部分啊，迄个时阵我阁想无到底要做啥物主题吼啊，伊什物迄个就甲我开讲，伊就讲啊，你会使带因说二桥啊，啊，我就想着哦，二桥土地、台湾、食食吼啊，食物的安全安尼吼啊，我就想着讲会当用台语甲实用教育甲伊结合做伙，所以当然即个规个营队的规划。原本是5天啦，啊，迄礼拜拄好拜风台来，所以停班停课，所以尾也变做4天的活动。啊，4天的活动内底，我嘛是有罗马字的课程，因为拄则讲着社团干那3年啊，啊，因即个营队是大家年级来南参做伙吼，所以1年到5年拢有，所以共款有罗马字的课程啊，即个说二桥啦、种菜啦等等，遮个物件全部拢是用。台语来进行啊，我的简报，我上课的 PPT 嘛拢是用罗马字，啊，因的营手册嘛拢是罗马字，等下分享营手册几个营手册内容互大家看吼。啊，过来就是学知识的部分，有结合着即马做实行的 SDGs， 这就是即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啊，人物营养啦、食物甲因的产地啦等等，遮个物件。大家应该甲我拄则起头讲的，即个台语学校的想象应该是拢共款的吼，就是讲用台语来学遮个知识是做事上的代志，嘛是咱的愿望甲期待。啊，迄个4月份的时阵啊，拄好就有因学校一个英语老师来甲我提出一个疑问啦，讲我甲一心即马咧做的即个物件，因为我甲一心1年到2年啊，一个人负责3个年级，啊，阮拄好拢有对着数学课。所以，阮就先为数学来教材来改写，吼，先为遮开始。啊，迄个英语老师伊嘛是私底下来问，啊，就问讲，吼，阮两个即马咧做的即项代志啦，伊就感觉讲，数学我用华语来教，都无一定听有啊，啊，即马搁要用台语来教，安尼敢有道理啊？是安尼啦，就是类似即款疑问啦，吼。啊，迄时阵嘛有发生一寡较大声的讨论，吼，啊，就是讲，伊有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无认同。伊讲，吼，啊，是毋是阮两个当卖做即件代志？我想讲，你是徛伫啥物款的立场，甲我讲即句话啦？啊，是校长甲你讲的时候，啊是安那？啊，所以我嘛甲伊讲，哦，遮拢是校长请阮做的啊，啊无阮伫遮创的，就是有发生安尼一个过程吼，啊。北岭营队大家若有趣味吼，才有一个 QR code， 大家会当先家图迄落截图落来，也是讲等下当迄落先翕相翕落来，等下当去看吼。好，啊营队内底啊，这是我设计互因的即个营手册，全部拢是罗马字，囡仔敢真正看无？我相信无学过，当然嘛看无，就像你即摆营手册啦，全部拢英语，也是外语、日语、德语吼、法语，全部我可能嘛看无，毋过。这就是阮伫遐的角色吼，阮伫遐就是爱用即个方式来甲因教。啊，像即个湿水职业啊，足趣味哦，囡仔拢知影华语安怎讲哦。啊，即摆我要互因做，因就开始知影讲我要创啥，我要分到职业，因就知影职业要创啥物，啊，就开始伫遐找，吼红色啊，对一个是红色，对一个树倒起来是红色。啊，即个时阵你就会当看到现场开始有囡仔伫遐讨论，伫遐对一个是红色，敢是即个，敢是即个，敢是即个。好啊，当然讨论的过程大部分嘛是华语啦，吼啊，因还袂关系嘛。要毋过至少知影讲囡仔开始想要试看觅去认迄个字，吼，我感觉这算是一个较好的发展。啊，当然嘛是有即个比如讲，因为拄则讲着甲土地连接嘛，啊，食物的连接嘛，食物甲因的产地，这就互因连看觅。天花菜是因落地4宝之一，吼，这就是因来连起到即个高雄落地，互因开始去认迄个字。啊，拄则讲到的，用台语来学知识，敢真正无可能。人物营养、两白质，敢真正听无？敢真正看无？啊，即个维他命，敢真正听无？敢真正看无？哈，也是啊，这嘛是我想要对可能
也袂管是的老师哦，一个疑问啊，是安怎 protein 会使，啊两白质就袂使，就是换一个语言就会使，啊台语就袂使，好啊，是安怎即个 vitamin 就会使，啊 vitamin 就袂使。是安怎 mineral 就会使，啊，即个矿物质就袂使。这我感觉就是可能一寡这嘛算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即间学校未来嘛需要面对的一寡挑战。好啊，过来就是我嘛有甲因小解着台语白话字的故事啊，简单甲伊写一个安尼。啊，即个时阵吼，因为这两页伫册啊，拄好是无共页，吼啊，我就是爱显过才看到汉字字啊，啊无显的时阵拢干来看到白话字字啊。所以我就甲因讲，我就看读字啊，我讲，来所有的人，即马咱来读这个故事，吼啊，我念一句，恁对咧念一句，所以我就开始吼，1805年马雅国医生巴拉巴拉巴拉安尼念出来，结果开始有囡仔就发现后壁有汉字字啊，啊，就拢显过。我落去哪讲哪读哪顺的时阵，其实大部分的人拢显起汉字字啊。我想讲，无要紧，不管是对一种形式，至少你是咧看台语，啊，咧读迄个文章。好，啊，我中这段嘛是有特别甲伊就是设计过，白话字是罗马字的系统，啊是世界通行的文字，主要是想要互因去改变迄个观念，互因知影讲，其实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德语等等，这全部拢是罗马字啊，毋是讲看，毋是讲台语就袂使用啊，吼，对无？啊，就互因豆豆去建立这个观念，互因去灌输，这嘛是浸水式教育的一个环节，吼。啊，过来就是我阁有上课的 PPT， 因为我有互因种菜嘛，正经是涂一个花骹，啊，互因压水一个种子安尼，家己自头到尾家己创吼，我就假使互因甲因讲，啊，过来我就甲因，我就讲吼，恁学校恁即马拢还袂惯势，要毋过恁爱开始惯势，开始练习。我迄个营队时间足侪迄种鼓励性质的迄种语句吼，甲因讲恁爱开始惯势。啊，我就讲来，恁看到华语字，恁爱开始头壳去生去转换，吼，去语言转换。我就讲来，试看觅第一句要安怎翻，啊，第二句要安怎翻，吼，啊，囡仔就开始会伫遐讨论，开始伫遐想。我感觉我的角色主要是会当尽量去刺激因去思考、去想，就像有一个足趣味的物件。我甲因讲，恁看到即块牌仔的时阵，恁会读啥？全部的人拢甲我讲校长室，我讲好，要毋过我看到的时阵，我头壳内底生出来声音是校长室，这就是无共款的差别嘛，吼，这就是差别嘛。啊，这个时阵我就甲囡仔鼓励讲，所以恁未来恁过来要转型做台语西文学校，这是全部囡仔拢知影的代志哦，1年到2年拢知哦。所以我讲恁过来要转型做啥物台语学校，所以恁未来伫学校内底，若看到校长爱讲啥？看到校长爱讲校长好，毋是校长好，是校长好。啊，看到老师爱讲啥？老师好。啊，看到无熟悉的人咧，人客好，安尼。囡仔其实因会晓，因知影讲我咧问的是啥物意思。要毋过趣味来啊！迄天下晡，校长就入来看卖我营队活动的进行。啊，伊行入来，无声无息，啊，就安尼，雄有人看到，校长来了，校长来了，啊，就开始伫校长好，校长好，像我麦克举起来，嘿嘿嘿，什么校长好，我拄则讲啥，啊，大概就随个转做校长好安尼，好，啊，所以我规个目前的观察啦，就像拄则讲论真的，就像拄则卢文教授安尼，其实会当期待，我相信做起来，毋过正经需要时间，需要资源，啊，需要所有老师的配合。啊嘛，真正等下一起嘛来甲咱分享讲，到底是啥有支持，啥无相挺吼，安尼啊，就像拄则我拄着迄个状况，迄个英语老师伊来对我提出迄个疑问的迄个共款的情景吼，啊，过来就是最后我家己的感受啦，大家人拢还袂惯势的，包括着包括着校长拢是，因为会安尼讲是因为吼。阮开会啊，我听主任讲，因开会嘛是拢讲台语，啊，当然有的老师要发言的时阵，嘛是还袂惯势，啊，就拢嘛是共款讲华语，哦，啊，校长家己本人嘛还袂惯势，校长看到阮嘛拢讲台语，也真好。结果有一摆，拄好我听到，伊看到伫走廊顶悬看到我，开学你好，结果我头过一个因学校有迄个设一个幼稚园。所以就我头过看到幼稚园的囡仔，
煞咧迄早，我想讲哈，发生什么代志？拄恰迄个校长来甲我讲台语的校长，咱会无去啊？安尼哦，所以讲论真诶，连校长都还袂关系哦，所以这是目前的这个放领国小的台语的进行的情况吼。好，安尼过来时间就搁交互一心。好，我叫洪一心，真欢喜来参加今仔日的即个台语论坛。伫进前金花老师咧招的时阵，我嘛有参加过一届吼。我是高师大的台文所毕业的，但是伫这过程当中，跟金花老师做伙学嘛，学到10几档吼。伫我的教学的过程，其实我是一个毋惊死的人，我是一个真爱刺激的人，我是一个真接受挑战的人。所以一开始阮要来这间学校的时阵，第一遍伊招课的时阵，我就甲否定，我就甲金花老师讲，我就甲否定讲，这无人会去啊，这找无人啊，个认真才找无人啊。来第二遍，金花老师搁紧敲电话，紧嘞啊！拜托你去，我后人使甲骹砖甲你绑，要叫人绑的去啦。我讲好啦，我心肝就家己想讲吼，已经得测试过一届啊吼，袂当搁测试过第二届安尼，所以阮的强的拄啊好，嘛是凯玉甲我啦吼，阮两个拢自以前都熟悉啊，所以伫即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阮一个老的配一个少年的，一个查某，一个查某人配一个幼气的吼，一个台语好的配一个少年的安尼吼，所以阮两个的配合算讲实在算我也是真好，凯玉吼伊嘛真骹手我也真美吼，阮到底伫遐是咧做啥货？凯玉拄则咧分享是伊教学的部分，阮是教学资源老师吼，但是阮起的名目叫做共备老师。共同备课，就是讲，阮毋免上课，阮就坐伫后壁看伊上课就好啊。像有的老师是会当全场拢讲台语，一个月过了，因为阮逐个月拢爱写报告吼。即个老师伊的教学用语用几趴，然后伊教授的用语用几趴，然后伊有达到什么目标无？阮逐礼拜，逐个月阮拢爱写一张报告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有老师讲，阮就是看到你来讲台语尔啦，阮若无看到你，阮嘛是转去讲华语安尼啦。这就是凯玉讲的吼，逐个人拢袂惯势吼，所以看阮安尼开喙，就是台语安尼足溜的安尼吼，感觉因拢感觉安尼耳孔听啊啪安尼，靠人会安尼讲的啦，安尼啦吼。事实上吼，咱定咧讲台语的人，都无感觉这是一个介稀奇的代志啦吼，所以。以往拢有人讲吼，那台语足好会用俄乐，感觉足奇怪。若是一个美国人伊英语足好，人敢会甲俄乐；日本人伊的日语足好，人敢会甲俄乐骂嘛吼。所以台湾人咧读拢小可拍呆，笑倒安尼吼。所以拢定咧人讲吼，台语足好，你毋是台湾人吗？所以我爱挑战的人，就是我拢会含人定高机，但是即个定高机是软啊来，撩啊来。包括凯雄咧讲，伊有迄个老师甲抢的时候，我嘛是伫边仔甲赞声，我讲借问一下吼，咱这位小姐，原住民的实验都会当开，客语嘛当开，为何台语袂使开？借问一下，咱这位小姐吼，你是倒位人吼？我安尼借问一下吼，但是我面相介歹看，但是我讲话讲借问一下吼，安尼吼，事实上，我嘛是有即摆大指头仔的个性啦吼，所以伫即个教学当中，我袂去用欺负啦，我嘛毋是要甲人霸凌啦吼，但是我是迄个欺负人的迄个人，无甲霸凌迄个程度啦，就是我脚徛会知，我知影我咧做啥物代志，为何徛会知？因为学校的老师甲阮两个讲，恁两个写罗马字，另外迄个写汉字的，意思就是台语分两派。阮是罗马字即派，另外迄个是汉字派。过来，阮的笔记，阮上课，因老师咧上课，阮拢有一个手指谱我看我写啥，我讲来啊，摕互你看，我嘛毋惊你看，规篇都拢罗马字啊。
所以功夫是有够的。啊，不如个就是老师因会惊，因毋是袂晓讲，因会惊吼。所以一开始因就拢夜白机导航，无当迄数学考可能规则拢讲说无可能，无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不可能。我拢点点听伊伫遐讲了时，我讲你讲了吼，啊换我讲，咱思考一下吼，一节课40分钟，你骂囡仔时阵敢算？这个课数学课，你骂囡仔时阵敢有算伫数学课的时间内底？有嘛吼？所以你骂囡仔敢是数学一部分？毋是嘛吼？好来，囡仔搞过尻川伫遐害呢，摇咧物件落落，你叫伊点，你叫伊莫讲话，请问这敢是数学课的时间内底？是嘛吼？但是伊敢是数学的迄个内容？毋是嘛吼？伊是生活嘛吼？所以第三我要甲你讲的是，规节拢是数学课。啊，你嘛咧做老师，啊，你嘛咧做学生，借问诶，恁教授规则拢有规则拢咧上即个共款诶物件，一定加减会有含恁开讲诶部分。尾啊，较会讲到重点，啊来带落哦，啊课程带落安尼哦，所以毋免惊。其实介济一寡部分对，特别是对囡仔来讲，介济部分是生活语言，包括。哦，点啦，莫讲话，即款诶这，包括我等下要考试哦，图啊刻出来哦，啊鉛笔、笔啊，这会晓讲啊，鉛笔、笔啊、笑，这刻出来啊，来考试袂使做标哦，我时间要考20分尔哦，啊这是毋是拢是数学课内底？伊互我讲一个了，伊拢头壳拢开呢，啊无伊真正就要惊死，我无遐尼困难啦。哦，所以阮强逼的意思是，阮坐伫后壁，然后阮两个坐一礼拜了吼，阮尻川都坐袂掉啊，有够无聊的呢。阮来遮是白领薪水的，来我就招伊讲，我就招凯友讲，行，咱来找主任开讲。阮强逼老师吼，有一节是阮两个台语老师强逼，阮两个会讨论讲，阮要创啥，啊，佫有2节是看导师的强逼时间。啊，阮两个人占6年，这6年内底吼，爱尾啊吼，坐迄礼拜了，足无聊的时候，坐到我拢拄久的时候，我即摆是来遮养老的去吼。我就甲主任讲，来，主任你毋知我要创啥话对毋对？主任讲嘿，我嘛毋知你要创啥。来，我甲你讲，我会当创啥？我甲你讲，我会当创啥？第一，我会当甲你做校园优先台语的布置，就是你的公报栏内底爱有台语，然后你有足侪迄个公报栏，也是英语的迄个看板英语的所在，你拢会写足侪英语的物件。好来，咱嘛会当甲用学校要执行，要互囡仔学习敢是有3吼，3、4、5、3的迄个口号，就是要叫伊好好食饭啦，好好读册啦，即种物件，咱甲变做伊规工的生活规律，然后做一块。要算扛棒吗？嘛毋是扛棒，然后就是校园的布置啊吼。啊，搭伫咧壁咧，囡仔行过，伊会当用吸空的方式，甲迄台语甲伊看过。还有你敢若问我用迄块图，这是一部分哦。我甲老师建议，我甲主任建议，我讲你会当做啥？一个是这，哦，第2项呢，因为阮两个进前佫有带。清大诶学生遐个师资班诶老师吼，就8月2导览诶时阵去迄个台南新学院诶校园内底，伊逐丛树仔内底来请看画面吼，逐丛树仔台南新学院内底诶逐丛树仔拢有一块房啊，然后伊拢写台语名，下底细字诶汉字名，中一栏伊诶学名，过来下底我还写汉字，我甲即套 copy 来学校，我做校园诶树仔诶调查了来，我写下来。我讲来，就甲顶悬迄个高牌啊，一张树仔高牌啊挂2块。我讲迄拢总拆落来，来以后拢总换做台语的。相时啊，哦，啊汉字就是相时啊，红豆红木啊，汉字名叫啥？孔雀豆啊，伊是啥物科对一科的？安尼毋则囡仔看着伊会晓读相时啊，你拢写汉字读晓咧。你拢写下底迄种个学科拢英语的，伊看到迄较冒偏的咧，甲第一名英语都袂晓念，佫念到迄去，
所以加两花汉字嘛甲写起来，伊嘛叫做番仔花所以学校安尼拢总我校园甲设一个，阮的校园足大，我大0.7公顷尔，有大无？所以设一个有无都比迄外口的公园搁较细就对啊，看偌可怜。所以遐物件我拢甲调查了啊来变安尼要安怎做？来，因为下学期会有阮上课无？阮到即阵个 question mark 毋知，爱等甲后礼拜。主任甲我转形看挂保证讲，后礼拜11号过，就有肉啊，就有肉啦这有肉到底是会开肉还是袂开肉，我嘛毋知影所以我有做校园的布置含老师，阮两个配合嘛真好阮两个伫一礼拜内底，逐工拢有出现。虽然我敢若出现3工尔，因为我其他学校阁有课，但是开学伊牺牲足大的伊半工的时间嘛去，所以阮两个是一礼拜伫迄个学校是20节课，我其他学校加咧，我一礼拜有30节课，所以我有其他学校的时间，开学的时间全部拢袂互北领所以囡仔伫遐，伊一礼拜5工，伊拢会有看到人含伊讲台语，甚至阮甲即个熬早食饱尾写出来了，互阮的外师。是菲律宾来的迄个外师，互伊读伊的声调，读得比咱台湾人搁较好听。台湾人真正叫做落擦，哩哩落落，连熬早拢看无。迄菲律宾因为嘛是统治过的嘛，西班牙甲美国统治过的，人英语嘛会讲，家己的母语嘛会讲。阮两个，我的英语较菜，但是我加减我有含伊吐。较晓的英语较好，阮伫办公室的时候，阮就安尼互相讨论。这台语讲啥菲律宾语讲啥英语讲啥？语言安尼拢逐个，所以阮伫办公室内底会当讲啥物语？我会讲越南语、讲台语，较晓会讲西班牙语，讲日语，搁有华语、台语，搁一个法语的敢是无一个德语的，所以一个办公室内底7种语言，你看偌刺激。所以逐定拢伫遮咧讲这语言，其实一直咧讲这时阵，就是咧甲这在野的老师刺激。讲实在，因真正读转较袂过来。咱嘛爱互伊时间呐。所以开学，伊做一个足大的假设，伊讲，咱若以后安尼实行落去敢会堪以前国民党的时代多好倒变。因为国民党的时代是伫学校讲华语，等于厝讲台语。咱若安尼实行落去，囡仔敢会伫学校内底讲台语，等于厝讲华语。我讲不管先做才讲，以后的代志交互以后去决定，先做才讲。阮两个坐一礼拜，坐袂下了，阮就甲主任讲，阮要甲所有的上课的教材改做汉乐版。还有你搁用一篇迄个汉乐版的这拢是我就开学大胆去甲老师讲，阮要安怎做。过来学期尾结束的时阵，我就甲一个台语练得较好的老师，我讲你有感觉你台语进步无？伊讲有进步足侪。你有感觉囡仔你咧甲囡仔问的时阵用台语问，伊拢回你华语无？伊讲嘿，我讲是安怎？我先甲问题等互伊，我讲是安怎？是安怎？伊袂像你安尼，我问你台语，你就回我台语。因为囡仔伊正拄仔咧起步咧学习，就算你的电子册顶悬是汉字，你嘴讲是讲台语，却目睭囡仔目睭看拢是看电子册。电子册写啥物货？电子册写华语，所以伊就用华语甲你学。我甲你讲，你搁学一冬。你的台语差不多和我共款啦，囡仔永远袂进步，所以下学期若阮有继续来，阮的台语的课本，遮的话，遮的字会全部甲翻做汉乐版，互你看有。上课你就用这篇来上，课本你就互囡仔扎进去，所以囡仔看到顶悬写红色的、青色的，三角形，伊的边是对一条是边，伊看到边。伊遐有看对一条是边是偌长，写偌长，伊就会甲你讲偌长。即摆是几点？
伊就甲你回答，即摆是几点？伊就袂讲现在是几点了。然后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就写礼拜，无咧个礼拜日啦，就是完全拢是照台语的开口咧书写的时阵，看久伊就会晓。哦，就那阵囡仔一定是先学讲话，再来学捌字，最后开始学写字。叫我的台语采访上一学期了后，会期末去上开学的夏令营的时阵，迄个算咧读台语读较好的吼，毋是我较敖，是我有方法。所以遐个老师伊家己咧看的时阵，讲啥阮迄班的囡仔拢会晓。我讲对，因为伊较少年，对，因为伊较有气，对，因为伊大脑当咧成长，所以你互伊愈侪物件，伊火气的时间是一点点仔尔，但是以后发挥的空间呢是比你较大。你即马是无法度通去发挥啊，因为你头壳已经定空空啊。哦，所以恁咧学罗马字会慢，囡仔咧学罗马字会紧，所以我哋教材是全部拢是写罗马字。啊，这就是阮强逼的角色。什么人会支持，什么人会反对，就是迄个英语老师会反对。一个人反对无力啦，国教差人群无力啦。那通常人会安怎？伊就去拗嘛，对不对？拗甲伊共国的嘛，所以甲伊共国的，就另外一个查甫的。哦，迄拄好喊我配着班级的吼，规节课哦，从来拢无咧讲台语的。我甲开学讲，我拍一支红棍互教哦，即摆你著爱醒起来哦。我安怎拍一支红棍互教呢？我甲讲哦，我面甲青起伊面头前，我讲老师借问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你是讨厌我；第二，也是讨厌台语。伊错一个点啊？你哪安尼问？我讲我有目睭咧看，因为迄个囡仔做幼气的。迄拢少年老师啊，伊讲你敢安尼问吼？来伊拢无爱向我讲台语哦。我就甲开学讲无要紧，我即摆拍一支红棍互教。即种人吼，伊会博心理战，伊会绝对毋向我讲台语，但是伊要喊你讲台语。有喊你讲台语无？有对毋对？我讲迄个人叫做白痴，叫憨呆啦，会塞过我的陷阱内底。伊毋管含啥物人讲台语，送赢。台语赢嘛，伊都莫向我讲就好啊，对不对？伊堪开学讲嘛会使啊，堪校长讲嘛会使，我就是要逼你开嘴讲台语。所以伊看到我，伊是袂讲台语，伊看到开学会讲台语，安尼送赢，安尼双赢，我无输，双赢。所以伫遐吼，嘛爱博一个心理战，阮两个台语的底足好诶吼，我本身台语我是台语大汉，所以当毕业典礼了后，校长讲咱的校歌应该甲改做台语版的哦。好，来我一礼拜时间。这是原本的，这原本的华语的吼。台语在北林吼，我有讲过，阮的学校吼足细嘛吼，0.7公顷尔吼。我是一撮汉字，一撮罗马字哦。头前两字讲倒所有的人。来，速结有人知影无？这台语开足水的，对毋对？速结北领世界公民，正经台文全国小听。我就照因的旋律安尼啊吼。迄点呢，规个群组内底哦，速结是什么？速结是什么？我的速结你咧速结。你要汉字，我互你汉字啊！汉字敢真正较好读，汉字伊读无啦。罗马字伊嘛读无啦。你遐看，安尼是毋是摆骹变残障的呢？高骹个会当拄拐啊呢？这两个拢摆骹呢。所以伫小组的时阵，学校老师甲我讲，伊伫学校拄着校长啦吼，校长就咧甲闹讲吼，迄个蒋教授的阿兄吼。伫公山拄着校长啦吼，校长就甲拄着校长蒋教授阿兄就问校长讲，校长我借问一下啦，你咧母台语是母真的还是母假的啊？定咧讲你是母真的还是母假的啊？其实我伫学校内底，我嘛是会甲遮个老师吼加减洗脑啦。我讲
咱爱上基本的学校的迄个环境的营造吼，就是爱照重国外的概念啦。哦，纽西兰模拟人咧，因咧起做因的语言做的时阵吼，人因是入来即个学校内底，除了你去讲模拟的话以外，英语你嘛袂使讲，哦，其他话你拢袂使讲。啊，你要入来，你就点点，啊，若无你就来上课，学到下项的时阵你才入来。啊，这我哪会知？啊，就是听学谦教授讲的嘛。啊，就是爱安尼做，所以我甲校长甲主任讲，我讲以后人若敲电话互你抓起来，帮你国小你好，毋是北岭国小你好。啊，叫气足侪间共款的北岭国小你好。我甲校长讲，校长无毋对哦，等下要罚钱哦，拢互安尼考试安尼，拢互安尼吼。啊，连伫学校内底扫涂骹阿送收尾啊，我嘛拢甲伊讲，爱讲台语。学校未来目标，恁就是学校的未来目标，恁嘛是学校的一份子，毋是囡仔才爱讲台语尔。只要你踏入来这个学校的大门入来了后，伫这个围墙啊围起来所在，毋管你是啥物人，就是拢爱讲台语。安尼会个人话袂？会不插，我插你，因为我的使命就是啥？我就是要来这台语学校，就是要实验的啊，总是爱有一个人做乌面。哦，啊，开学就是做白面，所以这就是阮两个合作的过程。哦，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好的 partner， 较是神队友啦，啊，无就变做猪队友啦。哦，所以虽然是做一学期尔吼，毋过阮两个骹手美到什么程度？阮咧拍字的时阵，迄主任讲问开学讲，阮当时会开当像恁两个拍字遮尔紧，开学你安怎用？啊，逐工拍，我甲讲嘿，逐工拍，啊，我甲伊讲，我到即个程度，我是练2档安尼。啊，阮连目睭看会到哦，连即个饮水机顶悬拢甲搭台语的条啊哦。校长，这伫校长室内底，校长竟然无看到，无注意到，啊，即招伊就学来。即招是台文系学的啊，因为蒋教授拢足侪越南人来啊，所以办公室内底就是共款个饮水机顶悬搭烧的浓辣安尼烧的凉的搭起哩，我讲开学来，然后我发声，把学校就摕资源来，我标签纸摕来，有标签纸摕来，安尼用起安尼尔，所以阮是看到什么货，阮就会去做了后，就是要来实验。看遮的人目睭有去看到，无看到无要紧，我甲你提醒，遮有啥物物件。所以这就是对校园的部分，对老师的部分。啊，若对囡仔咧，对囡仔我除了教学以外，教唱歌，教因人捌在地，甚至我阁教囡仔做台语放送头广播电台，北岭放送头广播电台，先互因惯是用台语来放送。啊，非伫中昼食饭的时间，英语嘛咧放嘛，英语在咧放啊，是啊，台语袂使放，所以我嘛是甲抄落去，甲我，互我一礼拜一工，啊，时间5分钟，啊，这录一段差不多3分钟尔，所以因会 replay 2遍，哦，啊，若第2学期咧，若有诶时阵咧，都无要用录音诶，这学期是用录音诶，所以录音一寡摆诶音。会甲伊加掉，但是有一寡因臭年代部分加减搁保留咧，就是互因知影讲，你毋是完美诶，你还无到遐，但是你上无，你搁会当训练。啊，下学期咧，下学期就要实际，共款遮诶个，既然实际时间到，来徛咧，莫去徛咧，直接安尼讲。所以爱有进阶，物件内容拢共款，但是学习诶方式无共，进阶啊，为口语安尼训练。哦，互伊目睭看是汉罗版的字，哦，啊，这个拢我写，啊，录音开学负责，所以阮两个，哦，拢无先讲好诶，所以啥物人会当先做啥，啊，就先做，啊，做了爱来你负责，哦，所以阮无迄种迄落动头轻，无，阮 balance， 一人做一项，哦，啊，这就是阮两个伫遮合作诶，啊，5万啊，吼，5万伊会顺尾生出来。5万台语学校，这个囡仔会顺尾生出来啦。哦，啊，咱会当好好来甲请啦。
个另外一项代志，我爱拜托山顶的各位，打电话去学校试验，打电话去甲遐个老师电，一定爱电。你像魏文教授讲的，咱爱联合次要朋友，打击主要敌人。咱爱联合外口遮个人打电话入去。哦，啊，我是啊，你毋是台语学校吗？哪个咧讲华语？哦，先安尼开始。哦，啊，学校今年已经破表吼，讲收15个，15个内底有讲日语的，有讲原住民语的，讲华语的。哦，啊，所以若有较济有台语意识的家长，啊，甚至会晓罗马字的，我嘛介欢迎恁转学来，然后特别是伫学校出现。甲遐拢毋讲台语诶人，非得拢总会当赶出去。其实因家己若袂适应啊，体质若袂好诶时阵，因自然就会走啊。啊，这就是我嘛捌当面甲主任安尼讲，我讲你若阁毋讲台语吼，我就叫外口诶人，叫外口人，我老人来遮读册哦，我老人来遮读册哦，甲恁遮趁掉当白了安尼哦，那讲生笑安尼就对啊吼。啊，事实上。无完全是介好，毋过伫执行方面吼，阮两个合作算轻巧的啦，算快乐的啦。啊，这是一个难得的经验啦。啊，咱嘛祝福凯旭啦吼，伊是现代的硕士班啦，我嘛甲建议讲用这个吼来做头第一手的台语社学校的论文啦，因为无人有这个题目，啊，你个开枪做第一个。安尼这是上赞的，哦，啊以后就有人会来军队，哦，啊客语啊原住民语，迄毋是咱有法度通好教插的，但是咱一定爱甲囡仔教互伊会晓捌罗马字。即马校长拢一直摕美拢的迄个客语实验学校来咧做批评吼。毋过我问校长一句话，我讲校长，啊因的课本是用客语还是用华语？伊讲用华语，我讲啊，你实验摇咧，用华语是咧实验摇哦，啊，请几客号单，安尼就是课本写华语啊，啊，喙讲客语啊，安尼较以前台湾人拢毋捌有啥物无共。啊，我阿嬷拢话台语总要讲溜去，对毋对？啊，现字好看，青面牛拢看无字，安尼也得个实验，无采人个钱，哦，所以咱爱做甲人无共款的，哦，阮无加领人薪水，但是阮做的拢超过。啊，迄就是阮两个伫咧合作，会感觉介快乐的一半冬啊，无到半冬啦吼。啊来，阮2个月拢食家己啊，嘿，感谢上帝，互我有能力去食家己啊，多谢。拄则一心有讲着吼，讲迄个有，因为迄个时阵学期尾拄好拄着，大家应该有看到迄个新闻嘛吼，公司台语台要来采访。啊，着正经有一个5年仔的，伊着摕咧稿，徛伫麦克头前伫遐读，吼啊看即个稿安尼伫遐读。啊，迄6年仔的吼，我今日去教室，迄逐个因6年仔迄个毕业班拄好着6个囡仔尔。啊，逐个拢目睭天啊大大，你甲我讲，啊，真的假的？真人在念哦。我讲对啊，啊无咧，你去办公室看，因逐个拢感觉，因迄个不可思议啊！嘿嘿嘿嘿，对。啊，因为拄则讲着是录音嘛，吼啊，拄开始阮的愿望是讲，阮会当迄个就是甲因安尼拢 call 来办公室，啊一个教，吼安尼带咧读，啊尾也想讲安尼真正开伤侪时间，啊，着做即个 QR code， 互因转去练。啊，即个囡仔吼，伊是2年仔的，伊转去吼正经有练，伊是有练，啊隔工着来录音，啊录音的开的时间嘛是上少的。伊转去吼，好规张纸安尼写笔记，写甲满满是，虽然拢是迄个注音啦吼，也毋过至少伊这笔记看着正经是会感动的，就是感觉讲你真正有咧做，用心安尼吼啊，伊嘛是上早着牵照起来，伊是录音头一个录好的，真正是袂歹吼。啊，伊嘛会晓，伊除了写这华语我写的，啊，互因知影讲吼，伊拢会家己写。甲一个罗马字，家己的名的罗马字边啊，安尼。啊，伊课本吼，自从学会晓家己名姓罗马字了，伊个数学课本啊、中国语的课本啊、啥物课本、生活课本，
就拢搁加一个罗马字起哩。吼，迄是因为2年啊拄好顶学期我对着，啊，所以我就有当时会看到因倒顶因课本吼藏咧，我就去影一个，啊，影着就感觉讲，袂歹，这囡仔真正有咧，有诶囡仔正经是有豆豆去学日语诶，安尼。系啊，啊，这嘛是目前有做诶成果，啊，这下学期吼，阮若搁有伫遐卖实际，甲伊摕来带囡仔落去，带来即个校园内底，摕白板笔，即白板笔会当写起哩，啊，着甲伊糊掉，因为逐个人诶迄个时间无共嘛，吼，啊，时间写起哩了后，搁爱练习讲，吼，讲看卖，用遮个句型落去讲，落去读，安尼，共款是看遮个台语诶字落去读。哦，啊，这是一寡校园的布置，系啊，主要就是安尼分享到遮。真多谢两位吼，请大家我甲因抱声鼓励一下啦吼。我搁简单补充一下，了咱就开放互大家来 Q&A 啦吼。我将我先补充一下，我将我用一下迄个 PPT 一下吼。好。迄个虽然讲咱即摆实验学校确实也是困难真济啦吼，总是呢这是一个开头，咱嘛是着拍拼啦吼，向要改变遮个国校诶老师无遐简单啦吼，咱想讲因教较济档啊，甚至话拢教几若10档啊，所以毋则讲吼，上好其实是着我甲教育局建议，你有6个老师互因一个年级配一个，真正上好，佫是迄是真正就是有台语老师牌，是小学诶老师牌，当入去真正着当咧教，认真讲咧，即个囡仔要学晓台语，甚至要学晓罗马字、白话字，这拢毋是困难啦。这我伫厝，我两个囡仔着了咧做实验啊，对无？我简单小讲一下，譬如讲像阮诶囡仔，因细汉时还咧读幼稚园，阮拢甲因教读甲写嘛，拢无问题啊。罗马字、白话字，你看，像这呢，因幼稚园诶时阵，因家己伫遐画图，家己罗马字就样写起嚟啊咧。你看像这，这是我迄个囡仔大汉囡仔赵良，迄较早细汉诶时阵，较早我嘛咧期待有台语写，拢袂付钱啦，因即摆咱读国中啦。你看因细汉时看幼稚园走量，伊嘛拢会晓写，甚至呢，伊家己阿母诶画册，家己就拢会晓写，这拢家己写，我拢无做壁诶，伊拢家己因家己画，家己就写，像这呢，过年家己做红包袋啊，过来这伫学校幼稚园学校诶时阵，因迄个敢若母亲节还是爸爸节诶时阵呢，学校伫遐做即个米箩。因呢，伊家己就写，伊就家己主动，家己就知影莫写中国话，家己就知影爸母是支持白话字的，因就拢用白话字咧写。你也看，我嘛带一张呢，这因家己做的呢，学校做了，伊转来，敢送互我嘛足感动的呢。这就是讲，其实对即个囡仔来讲，罗马足简单的啦。阮两个囡仔拢爱实验，我拢已经亲自实验。结果教育部嘛是拢无看重这个即个事实像这你看，伊规本册，伊咧学校作业，伊甲老师讲伊要用台语写会使无？老师嘛毋敢甲反对啊，伊惊我抗议啊，所以伊嘛讲好，你会当用台语写。你看，阿武家己写昂龙出国比赛，伊家己用的绘本，伊就拢甲写全罗像这另外这丸仔，伊幼稚园的时阵。伊咧做迄个衫，你看，伊家己地样，伊讲这叫做啥物？这叫字母衫，伊家己发明的啊，内底有足侪变形的创字伫遐，看你会晓无？你看，因会晓罗马字了呢，家己设计衫嘛，设计字母衫呢，伊转来展互我看，我安尼足厉害，对无？过来像这，因家己做佚佗，做一寡佚佗物，你看，家己都拢会写起嚟啊，你画图、画啥拢会晓用。也是讲像这呢，即个譬如讲做即个倒顶算，
因家己设计两个兄弟家己伫遐设计桌顶上，全部都拢用罗马字啊。伊这是阿武的五龙旗，因家己设计桌顶上，拢嘛用罗马字，个学罗马字的桌顶上咧。这囡仔伊的想象力、学习力拢无问题啊。即摆重点是中华民国教育是咧第四咱遮台语囡仔想象力啦，拢甲台语囡仔当啊做白痴的，讲拢学袂晓，无影嘛。你看，像这呢，你看倒手边这是啥呢？这是阿武甲阮两个兄弟细汉的时，因家己写合约，你看合约全部拢写，因家己人写啊。譬如讲，因就是爱耍 Pokemon， 互相规定，阮加一台机互伊尔，两个爱看要怎用。伊就讲，这个合约呢，时间100天以内，为当时2023月开始，过来阿武先洗身躯，因为阮较无爱洗身躯，所以讲，伊讲阿武爱先洗身躯，过来第三，行的 Pokemon 呢，阿武决定，就是行落来掠迄个 Pokemon 的遐怪物啦。啥物人决定就先拼落好，过来电视轮流决定，电视若要看电视啥物人决定一人轮流，过来电火呢爱光光，伫困的时阵呢，因为因能做伙困嘛，是要暗，还是要光光，大家拼落好。你看，这幼稚园的囡仔学会遐白话字了，家己写合约，这我拢无甲指导，因家己写的呢，真正的，我用两个囡仔真正甲了咧做实验，就证明罗马字好学。但是咧中华民国嘛是拢毋相信，迄种顶青啦，顶毋相信啦。我再做一个补充啦，好，安尼接下来呢，咱就来开放这个线顶 Q&A 啦，来，毋知咱拄则歹势拄则咱有一位朋友呢有举手来，咱是毋请迄个朋友佫迄个拍开麦克直接来发言来。咱现在开，好来，你都系金条的呢，好，把对，我听两位老师分享了，我其实足感动的。因为阮即摆就是目前，阮甲囡仔拢是全台语，但是我家己也无法度有法度学会晓转落安尼。阮住伫咧北部，所以我囡仔即摆是中班，所以我嘛咧思考讲未来伊的国小的时阵要安怎办安尼。对，就是听两位老师分享了，我嘛感觉讲就想要搬去高雄住，就是直接就是去陆地找厝。对希望对就是大概是安尼的感想啊，就感谢三位教授老师安尼。好，真多谢来，过来再有一个许汉尊，来请发言来，请讲来。好，安尼敢有听着？我是汉尊。有来。就是我简单介绍，阮就是迄个较多志向嘛，是阮台语落合会的成员，就是阮伫台北咧做一寡台语，就是囡仔的教育。阮嘛有咧甲市政府市员咧扫相关台语的政策啦。其实阮有咧甲就是小博有约，伊即摆是可能安排开了9月10月份会去参观，就是咱北岭国小。较多听人两位老师分享做钦佩。因为阮算有。我直接问问题较济，因为一寡就是首先我想要问的是讲，蒋教授恁大概是啥物时阵开始去拜访迄个市长？我先甲问题一概问了，等下恁看相较适合回答个无？安尼，好，就是啥物时阵去拜访迄个市长？伊就讲会要做，到因为等于讲今年9月份要开始算台语的是个好的迄个。讲因为较多你一直有强调，讲你甲迄个教育局的局长甲因个科员咧规划时阵，拢有讲就是这是市长已经要求有差事要去做。我是想要问讲，除了这恁敢有就是做啥物法规的修订，还是讲有一个计划书，还是啥物？就是敢有做这款物件，互因讲即个国迄个会当专做迄个台语的好安尼。佫有就是讲，就是较多听两位老师有咧分享讲，因就是安怎就是鼓励，甚至强逼遐其他老师都是专做用台语上的等等。就是敢有啥物，就是譬如讲白纸学字的要求，讲就是因真正啥物时阵开始爱全部拢改用台语上课，
甚至讲要求伊来去考台语迄个考试检定，还是相就是咧推销即个学校敢有即种就是要求安尼，嘿。啊，因为我之前有听讲要转的时阵，讲校长真支持，较拄仔听蒋教授甲两位老师干咧讲起来，敢若嘛是。啊，有一寡老师大部分嘛支持，毋过我迄个时阵知影讲真侪家长是迄个反对。啊，即种家长的反对，就是恁是安怎去处理？就是变做因至少可能大部分的家长尾仔算嘛是有同意讲，咱来转做台语的学校，安尼。嘿，啊，佫有一个是，较拄仔两位老师，恁是本来就伫即个放领国小来教做台语的老师，啊是讲因为有即个计划了，恁较过去放领国小做台语的老师，啊，甲因升做协助因转做台语的学校。像安尼以上歹势问题较侪，多谢。好真多谢哈，我来做补充，你也则请叶心甲凯旭来补充啦哈，然后先分享一下这个档案一个哈。咱即摆看到这是差不多2023年哈，3月的时阵呢，这是这个提案哈，当初是去拜访市长的时阵，我议的有几啊条啦哈，其中第一条是要求爱这个开出中学的台语老师的专门的课啦，过来第二条就是设立这个台语的实验学校或者是实验班，这是迄当时建议啦，阮是差不多2023年4月迄卡头去拜访市长啦，这个所以市长迄当时就有随差事啦，就来做啦，像这我嘛写着啦，人客家原住民的拢有独全台湾咱台语拢无啦，包括迄当时我过第3案，设立这个台语文化园区，颠倒是台语文化园区，迄当时市长伊较保留啦，伊甲你讲这园区用的呢，到时有可能都变网管拢干伫拍网尔啦，当然这是迄当时市长伊的伊的见解啦，总是第2案呢，伊是随支持的啦，包含第1案。就是开课这部，伊嘛随支持啦。伊嘛交代迄当时前的教育局长讲，爱尽快开缺啦。第2案嘛是这个实验学校嘛交代啦。所以这是因为安尼呢，迄当时教育局就是我拄好一开始就介绍的迄当时呢，因就去找就是找这个高雄市内底呢去问啦，问一寡学校，看有人有要意愿要来设立这个学校就实验学校无啦当然咱知啦，大多数的学校拢嘛无爱，除非你迄个校长足有心，除非内底爱有人足有心啦无一般呢，伫中小学内底，你讲学校会主动要出来改变，讲因变做实验学校真困难啦。拄好是咱即摆放了这个校长呢。伊本来敢若伫另外一个学校啦，伫迄个敢若迄个伫对家庭迄边啦家庭的学校遐才转过来，本身就对台语文嘛算真支持啦，伊就甲教育局讲好，无我来用啦，过来一方面呢，教育局因一般找拢是找迄种细间的学校啦，讲歹听，强要倒的学校，较要互你做实验啦，所以像这个北岭国小呢，就一个年级1班尔，全校6班尔，一班的学生才偌济，7、8岁、8、9岁嘛，平均就还无到10岁嘛，就是小学校啦，有防倒校关店的危机的啦，通常拢安尼啦，安尼也正刚好的你要叫伊讲开放互你做实验，伊佫袂愿啦，所以换一个角度，其实这嘛是迄个呢，歹空才要拄互咱台语呢，这嘛是无理的啊。我若讲歹听，我若做市长还是讲做总统你毋知爱用迄明星学校来改，对无？为明星学校来改即个做实验学校，或者是做实验班嘛。我较早读乡中的高雄中学阮迄当是30几年前，高雄中学本来拢查甫的尾伊有一个音乐班，就是会当有查某的啦。
你看，因就知影讲，这音乐班上，伊就是爱甲开伫倒个实验班，爱甲开伫上好个学校啊，上好个高中内底啊。伊才毋开伫个上尾名个中学内底。伊实验，伊就要甲囥伫遐嘛。安尼，即个实验班毋通咱招足好个较优秀个人。啊，结果恁即摆拢是即摆呢，思想拢是迄要倒个吼，才拄好恁。啊，若创了倒去讲啊，恁台语无路用，你知无？哦，所以这是毋对个啦。哦，啊，但不管安怎，尾啊，反正都校长也有意愿嘛。啊，教育局遐嘛想啊，反正这个小学校尔嘛，啊，就互你蒙试嘛。啊，反正影响也无偌大，安尼尾啊才经着即间啦。啊，认真讲啊，这拢无过分啦。咱只要甲讨实验学校吼，有啥物过分？全高雄市200-300间，分一间校咧做台语，有啥物过分？对无？民进党自蔡英文做总统，性别你得当决定啊。查甫要娶查甫，查某要嫁查某，拢会当决定啊。你性别都拢会当改啊。是安怎我的母语袂当袂当改变，袂当维持着我原来祖先的语言，袂当家己决定，就爱搁继续以前国语政策的时代，这哪会对？对无？哦，啊，所以这是无理的啦。遐几百间，让一两间啊，互咱做台语有啥过分？拢无过分啦。所以呢，拄则嘛，佮讲着，譬如讲要咱去说服遮个学校的老师，还是讲遐个家长，啊，咱放领国小，好佳哉就是有咱校长，伊真有心，所以伊啊，过来一方面，学校嘛无大啦，10几个职员尔，所以伊嘛真有心去甲遮个职员去遐参详，啊嘛拄啊遮职员。遮老师无人反对啦，啊，当然无人反对，无一定表示伊足支持，但至少就莫反对就好啊。啊，过来伊嘛有家长的说明会，啊，遐家长嘛无反对啦，啊，所以就安尼落试啦，是大概是安尼来啦，这是我这个部分我先做这个补充。啊，过来咱是毋是开学还是这个叶心遮有要做补充有无？我讲好啊，拄则你有问着讲，阮是安怎去遮？阮毋是遮个老师啦，阮嘛毋是在野啦吼。啊，虽然我是教台语，毋过我自认啊吼，我含即个国民党的体制吼，即种教育体制吼，体质袂好啦，所以我着较爱自由来去哩。所以我吼，若即间学校我若教会好诶话，我就是拢做迄种支援老师。我着下课了，我尻川盘盘，我着要走啊！我无要插迄种行政的代志啊，所以这是因为有即个计划，而且伊毋是顶学期哦，伊是下学期哦，啊，就是讲伊是今年跳寒的时阵才开始招考的哦。所以当你毋是伫第一学期的时阵，第一学期就是9月份开学的时阵，所以你若是第一学期招考的时阵，可能迄阵较侪人咧找学校，就较有人会去应征。啊，毋过我嘛毋知啥啦，伊较会伫下学期较要来应征。毋过我相信啊吼，上歹的代志吼，上歹的拍算就是上好的安排啦。啊，因为我是信主的嘛，我感觉这可能上帝安排的啦。就是拄好我即个时阵有闲，我较会当来做即课。啊，即课嘛是拄好我教伊的课，就是真正是咧拢完全是做台语的工课，所以是有即个计划阮才来的。啊，迄个其实我拢一定有含主任咧保持联络，就是讲，我会甲问讲，啊，我做安尼，你敢会合？敢有法度去接受？啊，甚至下学期敢需要去面试？你若感觉我袂歹，敢会当跳过去顶面试即坎？哦，啊，用延续性的迄种来聘请安尼。毋过就是像老师讲的，有老师讲安尼吼，迄个行政的问题吼，伊可能伊若甲你变做逐学期拢爱应征一届，我感觉迄足忝头的吼。啊，但是种杂的代志，较歹想象啦。啊，搁有吼，我知影你是台语路的家长吼。其实阮咧上课的时阵，阮的教材内底哦，阮是用阮的迄种迄个汉字，阮是用白话字，阮毋是用慢字哦。先甲大家讲吼，阮是用白话字。啊，所以学校的老师看会出来，即两个无共。甚至伊嘛袂直接甲阮讲，叫阮着爱改慢字，啊是有一遍，因要去教育局报告的时阵，
伊有甲一寡语词改过来，我著甲主任讲，我讲你要去报告的时阵，你甲迄份改过来，啊，转来了伫学校咧执行，你著是写白话字。我用安尼甲建议，啊，我是安怎较敢讲，因为我著年岁较济，迄主任拢较幼气，伊台语嘛较袂晓，所以我拢会甲讲，我讲要查所有的资料，就是爱为教会公报社，爱为教会，爱为白话字的即个理路去找，你较找有资料。若无你用教育部慢路要找资料，敢若刻意迄种迄个疗效的字典，若找有的话，安尼台语嘛做落差的。我嘛要实际操作互看。我讲恁找无是因为恁袂晓找，恁捌无深，毋是敢若靠教育部迄个字典尔。台语嘛会当找，台湾嘛会当找台语嘛会当找，除了这以外咧。佫有足侪英语的、英台的、American 的迄款的、迄英语的、迄款的字典有足侪，拢会当去查。只是因为因无资源，所以我有资源，我会晓查，我证明互看。所以阮咧上课的时候，阮拢写白话字的，毋是写慢读的。安尼甲大家讲者，谢谢。补充啦吼，拄则叶心讲，伊毋知影为啥咱下学期2月才开始。要请人啦吼，这吼嘛是都有关系啦，因为就是即个议员有去质询，问看进度是安怎嘛，过来因为媒体呢嘛进前有去采访，要了解讲到底进度是安怎，都若较侪人去关心，有议员有媒体去关心，伊就积极去做啦，若无人去关心伊就闲咧啦，因为这都毋是因上要紧的工课啦，这我补充啦好来，开晓你才敢有要搁补充？好，拄则有一个问题是迄个，敢有白纸黑字讲下到当时，也是讲几学期了后，所有的老师拢要求我用全台语上课。目前无，也毋过阮甲主任，我甲一心去找主任甲校长开会时阵，嘛是有甲伊建议讲。学语言就是为听开始听讲，尾才是读写安尼。所以即摆阮的任务算是讲强逼遐甲遐老师强逼，互因会当开始去适应，看有遐个汉落的字不管是因学校嘛有鼓励老师去考台语认证不管是教育部的还是成大的，拢有鼓励遐个老师去考。因鼓励的方式就是讲恁若是考过，敢若是。我袂记是减偌济课，反正就是有一寡相对应的即个奖励制度啦。目前迄个情形是安尼。好，多谢我搁小补充一个啦就是讲若照现处时即款的经费，即款的做法台语是是做假的啦。无可能有啥物太大的效果啦，当然咱是希望市长爱重视啦，所以阮最近近期阁会来拜访市长啦，问看到底市长是要算真诶算假诶啦，是要做真做假诶啦，当然咱是希望嘛，相信市长应该是做真诶啦，若是真要做真诶，上基本诶，你师资爱开出来嘛，你袂使逼现有诶老师去做啦。叫现有的老师去做，迄嘛是无理啦。这就敢若秘书讲爱惯势用中国话你向下要叫改英语，伊嘛当然伊嘛袂晓。你要叫改台语，伊嘛是袂晓。所以上好其实是你若一批新的人嘛。咱即摆嘛足侪台语的老师，伊专门是小学，还是讲中学，即几年培训未少出来嘛。你着应该开正式的课嘛，伊有正式的这台语老师，有教师的师培训出来，还有台语专长人进驻入去，安尼互因来做，才做会起，嘛才有可能真正实施啦。安尼用现有的这拢做一个看头尔，好看头尔啦，拢无影咧做啦，所以这嘛是咱最近会过来拜访陈其迈市长啦，要求讲其实这拢足少的要求啦，无你要求偌大啦，敢若要求一间实验室敢做袂到，好来，敢有人其他
有意见，还是讲有啥物问题，有无若有诶，请举手哈。我看迄个汉尊，敢是佫有举手遐？还是你袂记你关掉？我个有想要问，毋过先互别人好啊，好来，佫有人有要问问题，还是讲发表无共意见有无？开讲前有人问问题哦。开讲先吼。台南市的情形啥物款？个口鼻台南市吼，台南市吼，这嘛是吼两公市长，两公局长啦。台南市这我嘛有找议员去讲啦。但是吼，即摆这个局长嘛是共款应付啦。伊讲有啦，我即摆已经有一间实验学校啊，口鼻实验学校啊，我去装小诶。口鼻诶校长，迄我都嘛有熟悉啊。口鼻金花叶生，你敢嘛是捌伫遐教过嘛？对无？伊迄只是讲吼，伊着台语课一礼拜加一两节啊，安尼尔，加几节啊课尔。安尼你要甲我讲，迄叫做实验学校，拢装小诶嘛。人实验学校有实验二法，伊有相关诶法规，实验学校是安怎用，迄种一定诶流程。实验学校是安怎？拢一定诶迄落啊。迄只不过是讲加一两啊节，还是迄校长拄啊好，伊嘛真支持，加几节课安尼尔。其他诶数学嘛是还阁用华语咧教，迄个叫实验学校。结果呢，迄个局长嘛敢足厚面皮呢，共讲有啊，这已经有啊。所以呢，我嘛甲议员讲啦，莫听伫遐唬烂的，伫遐唬笑啦，爱继续定啦。我真是嘛是希望讲台南爱有啦，而且呢，袂使设计迄种偏远的啦。你像即个咱拄则讲的口鼻，迄嘛是足偏远的啊。讲歹听嘛是叫要倒学校啦，拢剩无几只猫啊啦。若要设，你来设市中心，人口较济、较好的嘛。袂使甲咱台语喏凊彩当做敢若无路用咧。对，所以咱台语，咱台南的是啊，咱真个会拍拼啦。咱嘛有几个议员嘛真支持啦。譬如讲咱台南的即个前基金总已经退出啦。李宗霖啦，也是讲李克伟议员啦，种蔡晓薇议员啦，即几个呢，拢对着咱遮台语文有较支持的啦。咱平时嘛拢会透过因去争取，包含今年咱台南嘛是迄个争取啦。争取了呢，各种的台语的师资，专业的在职的在语的有开8个出来啦。这嘛是即几个议员因的功劳啊。咱嘛是爱甲因肯定啦。好来，安尼咱多谢歹势多谢，敢是阁有倒一边来遮一个哈祖口来哈祖口来请讲我是 Jenny 迄是我的日本名。然后因为我即摆无化妆阁穿困衫，所以毋好配镜头，真歹看，会甲人惊一种切起来困袂去。就是我要讲吼，拄则有人问讲咱这台语学校是争取偌久？其实这蒋教授吼，应该是3档前的时阵，蒋教授真正是足用心的。伊就真正有一个idea， 就是应该是讲我2020年转来台湾了后，因为阮苏格兰就是一直在做即个母语的复振。我嘛有甲蒋教授阁有金华老师拢有咧讲即个我伫咧苏格兰看到的状况。我就讲其实中华民国吼要做台语吼，其实有一个上大的关键就是要升官发财、升学，全部拢是北京语尔，拢是中国话。所以伫咧即种的情形之下，就算咱要叫伊学台语、学母语、学不管是啥物语言，还是要学啥，对因来讲拢是无效的。好所以应该就是爱对有一个系统，就是对详细就是国校啊、国中、高中、大学，这拢有一个体系，拢会当互遮想要用母语来学知识的人有所在通去，安尼。所以迄时阵就教授就讲，
本正就是爱安尼才对啊，所以应该是伫咧，即个 idea 应该是伫咧3、4当前，咱就伫咧南社有咧讨论啦吼。啊，所以朱教授到尾伊就应该是3当前吧，咱应该就第一摆伫咧南社有讨论即个问题，到尾咱就开始四界咧走总，咧找要哪甲即个 idea 去甲教育局来反映。我会记阮最后一摆是去詹贵海医生的诊所嘛，对啊，啊嘛甲詹贵海医生有甲伊讲，所以咱才有去市长室遐，就是甲，因为其实讲实在啊，就是周伟荣教授真正四界走总，阮若拢四界总，啊找议员啥拢无效啦，因为其实教育局一直拢。就是要甲你，就是无爱做，就是无爱做啊。所以伊啥物甲你做侪理由啦，啥物会拢做侪啊。啊，要真正是母甲无法度，咱就讲好，咱来市长参详看觅。所以才会差不多正式是2当前的一摆4月份的会议吧。咱就是真正就是去甲当期卖见面，啊，来讲即个代志。其实迄个时阵我就知影讲，哦，所以其实做侪声音。会基层的人想要爱物件，其实中山的遐中华民国的官员，因根本就无咧休笑啦。你做侪代志拢是爱直接，咱就是爱对顶头开始来处理安尼，才有法度。包括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即个代志嘛是，南社真正是去找电影要找。部长之前才开始去甲伊讲，啊，伊去了后，才真正正式改嘛。所以做侪代志拢是足久爱运作足久了，对啊，爱做拍拼。然后我讲，其实啥教育局一定，其实中华民国教育体制，伊根本一直拢是做假，因为伊个敢若英语会当加分尔，吼，啊，你会晓讲母语，敢会当加分嘛无啊？你个摕认证，敢会当加分，敢会当互遮个囡仔去较好诶大学，也是讲伫咧工作上有法度加薪水，拢无啊。所以，我想应该是过来，就是真正爱，但是即马立法院做迄落诶啦吼。但是我感觉这是规个体制拢爱有一个去反省，讲咱遮个囡仔国小毕业了后，要去到国中、高中、大学，敢有法度？ continue 继续用母语去学习，啊，用母语去做工课，这真正是咱爱个做伙拍拼，而且爱去甲即个体制爱去甲要求啊。啊，无法度即马就是中华民国实名政府，所以伊根本就无要来做即件代。其实伫咧苏格兰要做迄个母语的学校，嘛是有真济嘛是苏格兰人，但是因是已经用英语足久的人，嘛是有反对啊，所以这一定是会有足大的冲突啊，安尼。啊，过来就是第二，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应该若是真正要做代语，咱真正爱用心去甲白话字甲复习转来，因为白话字伫咧台湾真正才是母语保存所有母语的根上源头的迄个罗马字的系统，啊，伊的文献嘛真正是上济。啊，我也是实际有2个囡仔拢是用英语伫开始做母语，啊，伊嘛共一个时间是有去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台语会咧上课，啊嘛会晓用白话字。啊，因家己讲啊，因讲其实真正，啊，因即马嘛晓学华语的嘛，所以因2个拢讲，若是要 logically， 啊，佫有声调，佫有足济的讲出来的声调，佫有讲出来迄个音会准袂准，是白话字的罗马字是上准。嘿，比如讲，英好啊。应该德，迄个偌清德个德就是 TEK， 这是白话字，还有迄个拗音嘛 ，TEK 德。啊，若是即马诶人已经改做
台湾台语罗马拼音啊，伊袂当共叫万乐啊啦吼。若是用，但是我嘛是习惯伊叫万乐吼。但是用教育部迄套，伊就变做 TIK 啦，变直啊。啊，对我的囡仔，伊家己安尼，就是用英语的囡仔来去看教育部迄套，伊真正看无。应该是讲，伊感觉迄讲出来拢是华语腔的台语，华语腔的迄个，所以这是我家己分享我家己的英语囡仔台语两套教材拢有用着啊，所以我真欢喜放领国小在做即个实验学校的时阵是用较正确的，我真正感觉这较正确，就是较有 logic 的白话字的系统来做罗马字的教学安尼。好，安尼以上甲大家分享。好，真多谢 Jenny 啊哈。来，个人有其他的问题，还是啥物意见要来交流的有无？有诶，请举手哦哈。好来，迄个杨玉峰哈，过来迄个 J 放哈，来。对啊，我拄则听叶新甲凯旭因伫迄个学校内底做教学的一寡过程吼，我想要问因两个，就是讲恁遮尔用心伫咧学校内底要催促台语的教学，佮白话字吼，我毋知影讲恁拄着的人，毋管是学校内底的老师，也是讲学生，因对即件代志，因的反应是啥物？因有支持，也无，也是讲因有兴趣，就是讲因的感想是安怎？敢有赞同恁安尼做，还是讲因有啥物款的改变安尼？像因算是讲，我是要复现讲，因对恁两个老师即款的想法甲做法，因有啥物感想？是好还是无好？安尼，这是我复现的问题啊。感谢。好来，咱搁一个哈，做问做回答哈，来迄个 J 放即个，请讲嘿来，还是你饲毋对耶？敢有？无开。无开哦。J 放，我看你还是可能饲毋对哈。好，无紧，安好来，针对拄则迄个杨玉峰哈的问题来，恁两个敢要回应一下？好，凯旭要讲无？你先讲。好，阮两个角色吼，其实你问囡仔袂准，囡仔伊就是上课尔。毋过阮安怎互因接受阮？阮下课的时阵，我会去走运动场。阮下课的时阵会甲囡仔拍羽毛球。阮下课的时阵会甲囡仔耍篮球。凯旭佮含囡仔耍篮球，切伤咧。所以阮毋是干那上课尔，连下课嘛，含因耍做伙。所以因感觉就是，规日伊看着你，伊就是爱讲台语。你若无甲应，我叫我讲听无时阵，伊就是主动会搁去转做台语，安尼因敢会接受？其实因一定会接受的。就加一个较面拍球的伴安尼啊，加两个，所以阮两个有咧耍的时阵，学校的老师跳落来看阮做伙伫遐耍哦，可见你就知影讲，即个学校虽然小，内底职员少，不离个因职员是职员，学生是学生，因是无咧和学生有互动的。等到是阮两个拢拍破迄个规则，甚至阮嘛无互囡仔叫阮叫老师。我讲你莫叫我老师啦，你叫我学生就好啊。美国人毋是安尼叫。啥人我要叫你叫我学生？因为我红学生三字，我3个无共款的发音。你若用华语讲的洪医生，就是开安尼就好啊。
所以我有我的用意，讲你无论如何你就要叫台语，安尼昂鼻音昂入声心合轮音爱甲我名叫清楚，就是为遮，然后我嘛是强迫因一定要学会晓写家己的名，当做考试加分安尼。我讲你学英语就爱有一个英语名，你学台语嘛爱有一个台语名。你的名华语迄度你拢会晓的啊，所以无话讲，对逐个人拢爱学会晓写家己的名，这是基本的。应该阮伫遐无听到反对的声音啦，无听到囡仔对阮反对啦，所以毋知是阮迄落家己保较袂超车呢，所以阮感觉也袂歹啦，含囡仔嘛佫真好耍啦，谢谢。囡仔像顶个月台语尔，我就是迄时间吼，拢一直甲因讲台语嘛，拢足正常诶，拢安尼过咧。我会问足侪问题，因为我有设计一个加分诶制度嘛，拢分组加分安尼。我讲好来，请问啥物是啥物就互因去发言，互因去思考。因拢讲，举手，老师我知道。举手开始讲规关诶华语安尼拢足顺诶。我讲好，真好，台语安怎讲？我得后壁佫加一句安尼台语，好安尼台语。逐个问题拢是安尼。伊用华语讲了，我讲好台语，就是要互因去建立迄个，你即马是台语学校的学生啊，你爱用台语甲我讲话，这是台语赢对，你爱用台语甲我讲话。我主要是要互因有即个开始豆去建立即个观念，所以因我见人问啥物问题，问的吼，老师我知道，好知道，过来咧，迄个讲的吼，台语佮讲一摆安尼，因就开始伫遐想。想无想，我讲你会当甲我问安尼，所以阮甲囡仔的互动嘛是安尼。像医生讲的，我嘛无要求因讲叫我老师叫我开学就好安尼。主要是目前是安尼。是啦，这囡仔吼，其实吼，你都题目字啦吼，你若教较好一个吼，其实伊对这台语拢袂歹摕啦，伊就豆就学起来啊。会歹摕拢是现有的老师啦，现有的家长大人意识形态啦。伊家己就是保留过去中国时期迄个意识形态嘛，才看台语无嘛，看伊无现嘛，所以是老师的问题较大啦，当然，咱即摆目前北内整个来讲，北内的老师也算袂歹啊啦，咱嘛毋好先过头，改迄个责备啦甲别校来比算好啊，尤其甲北部的校来比算好诶啦，咱嘛是爱甲因鼓励啦，总是就是讲要叫因教一世人。用华语教一世人要叫向当台语其实嘛是有较强迫小可啦。咱就莫为难伊，咱就是找一群新的少年的，像开学、像叶心这这拢算要少年的找一群这真正的在职的老师，互因落实验学校咧教，安尼台语的实验校照5万啦，安尼也无你讲要叫现有的，有困难啦。当然，这咱就是爱继续拍拼啦。我想应该有机会啦。我想等期待市长呢，应该对这有支持啦。我想是有机会，咱会搁甲欢迎啦。好，来个人有其他的意见无？把最后几分钟，来个有无？个人意见无？当然，咱即摆就讲对。目前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呢，大环境规个伊体制是对咱台语是不利啦，因为伊体制即个过去蒋介石独裁政权因所实施的独尊华语的制度嘛，到这民进党嘛是原则上个照抄照行了嘛，所以呢，上有效的要是拍破规个比如升学教育的这体制内底这个独裁，就是独尊华语这个体制，这目前呢。有豆较好小看啦，就是讲比10几年前有较好小看。咱即摆就是会当甲学生、甲家长、甲老师甲因讲就是讲即摆虽然台语的比例要真少啦，不离个呢，像即摆要升即个高中伊迄个超额比序你若分数共款要比的时阵呢？你若台语认证通过呢，伊嘛加5分，这咱台南高雄拢有啦，拢有加分啦，总是这是加减会当往干成啦，虽然讲诱因也毋是真大，过来就讲升大学的时阵呢，伊会当甲以往小学、中学
一寡台语文的优秀的表现呢，伫升大学，咱即摆升大学有真侪会当面试，甚至佫有一种叫做特殊选材啦，中国话叫做特殊选材啊，特殊选材，这是他为7、8当前开始有即个项目，咱升台湾文学系嘛有即个特殊选材，这特殊选材是啥呢？我无要看你传统联考的分数，你国文、英文遐传统分数我拢无要看，我干那看你特殊的能力，特殊能力要看啥？这就每一个系会当去决定。所以像升台文系，迄当时我就提案嘛有通过，阮就是要看你华语以外的成绩，你台语、客语、原住民话，甚至越南话、作谣的，拢足欢迎。像我若有做着委员我拢上喜迄种华语足歹的啦，但是台语像其他语言足好的这我拢特别加分啦。这几年平均每一年拢有像今年嘛有一个迄个。伊是细汉，敢若4年5年，就参加咱台湾罗马协会办的即个白话字的迄个比赛，听写比赛嘛有得奖的。伊今年嘛即摆读大一啦，即摆升过要大二啊。进前咧嘛是有一个，即摆今年拄好毕业，伊阁是大三，真优秀大三就修满4年的课，提早一档毕业啦。当初时伊嘛是小学的时阵，就参加咱台罗会办的白话字。即个比赛拢有得奖的前3名，因为有这优秀的记录呢，所以伊来参加即个特殊选材，拢有入厝啦。所以这嘛是要互咱一寡亲子共学的家庭呢，嘛是这算是大中华民国体制之下小小一个望一个机会啦。这个特殊选材会当把握啦，这嘛是目前咱台语囡仔有机会会当透过这。来进到大学，毋免烦恼讲你的中国话足歹。我较早中国嘛足歹啦，我较早科目内底我上册就是我上册国文啊，大家拢60分啊。嘿，好来，咱现在我看迄个立宪来，咱请立宪来。较细声有较细声。嘿。嘿。更较大声，无够大声嘿，无够大声。喂，安尼呢？即摆安尼敢听有？OK，有安尼继续清楚。好，感谢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会使了解邦尼故事实际上的情形听两位老师的分享，实在是无话讲啦。毋过安尼听起来，对台语学校其实是真。悲观尤其伫咧北部，你爱找着校长有意愿，老师同意，佮较上困难的，就是家长袂反对，这我感觉根本是无可能。好，但是，就是嘛是爱去试啊，就是阮这边嘛是会想办法佮来伫咧，不管是学校这边是一步啦，就是拄则像Jenny讲的，规个制度，比如讲你的考试啊，等等，迄可能就是规个爱慢慢去调节。我是想要问讲，既然高雄看起来较有，就是南部可能较有机会，敢有想讲国中、高中嘛同齐甲伊杀高中应该是会使有台语班，国中应该嘛是国中我都毋知要安怎创咯，这就爱去想看觅对。那阮北部当然阮这边嘛是。就是因为阮嘛有时咧甲一寡议员啊，都是拢有咧联络啦，但是就是大家嘛知影北部的困难度一定是搁愈悬的。毋则阮去是甲迄个教育局开会到尾因拢讲恁着家己办自校，家己办学校，确实这个应该是上有机会的，而且可能着爱先做出一个先果，互人看，别人较。有法度相信啦，好我其实无啥物要讲，我是感觉讲真正是真无简单感谢即个上无高雄有一间起头的会使拍入去即个体制内的学校，感谢大家。真多谢这我补充一下啦即个国中、高中要做，当然未来嘛应该安尼做啦但是雄雄即摆要使用困难可能佫愈大啦。
这足现实的嘛，因为国中、高中伊的生活压力就较悬啊，即摆上好做的是小学，小学做甲密密麻麻嘛，所以呢，可能国中、高中嘛，暂时有困难。所以我迄当时甲高雄市教育局建议就是讲，你就是爱6年计划来处理嘛，国校1年、2年、3年，甲6年了，过来咱刷一个，就是要会当国中刷了7年级、8年级、9年级，过来就是高中嘛，爱连贯落嘛，安尼毋才是真正迄个实验校的精神，互因达到连贯嘛，咱嘛免赶讲一困头，国中小全部拢要卖，野心嘛伤大嘛，有困难，咱就是爱一步一步嘛。12年国教，你若愿意做12档，都有法度完成啊嘛。到大学就当接起哩嘛。即个问题是国校即部分，伊就做甲哩落啊咧。所以呢，咱嘛是爱去看伊即个国中即部分国小即部分，咱过来，若真正做会成了，过6档后，就是换国中接起哩啦。过来就讲自学迄嘛是即个中华民国无义无事的做法嘛，无咱要求伊税金退还咱嘛，是安怎台语就爱用自学的，中国话就必学，这啥物道理？对无？你税金退还我，对无？阮就家己来自学嘛，是安尼用阮的税金去甲升入中国的学校，所以这是无理啦，逼咱讲叫咱去做自学，迄是唬咱啦，黑白来啦，对无？咱的要求无过分嘛，你若像讲台南国校嘛200-300间啊。对无？拨一间出来做台语，无甲1%呢，无甲1%呢，敢有啥物过分呢？对无？你无爱读的，你就转校就好啊嘛，你就莫来阮即间就好啊嘛。迄要做多方便的嘛。迄即摆小学内底，伊有的是有分区域，有的是跨校，就是跨区域的嘛。逐个区的人拢会当来遮用的嘛。所以伊拢咧用。即摆足侪，包括教育局，伊拢调解有家长反对啦，安怎反对啊？你若教育局你规划，我即间就是台语校，即间是客语校，你要读啥，你就家己选择好，迄有啥物困难？根本拢无困难，拢唬咱的啦，拢骗人毋捌行政，你知无？重点是教育局长啦，教育局长拢讲歹听，拢私院出身的啦，拢传统的迄种国民党训练出来迄种的官僚啦，迄种无路用啦。后来迄个我看到迄个某某来迄个考英会来请讲好，我是想要讲，就是讲，虽然讲即马咱知影讲即个放领国小伊即马即个拄啊开始进行，可能大家拢感觉毋是讲真满意啦但是我感觉这就是时间慢慢来而且呢，我感觉放领国小伊有做即个声明，讲要做一个全台语的国小。这件代志是足有意义的，因为咱会使摕这，就讲咱高雄市已经有一间啊，摕这来去讲其他的县市，我相信拢有一寡效果。咱会讲高雄市都有啊，因毋知影讲，因一定毋知影讲，即摆放领国小像魏文教授拄仔讲的，可能这经费足少还是啥，因袂去查，但是咱摕这去甲因讲。慢慢安尼讲，我相信加减拢会有一寡效果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大家嘛免讲足厌气的，我感觉咱就是搁继续啦，嘛甲放领搁小加油多谢魏文教授甲2位老师，多谢。多谢无毋对，咱嘛是继续拼啦只是讲莫过头乐观嘛是着继续拼来迄个Jenny你搁有举手来请讲。拄则迄个蒋教授咧讲，迄个遮的教育局长拢是师范出身的，这会当甲大家分享。阮迄阵去开会时阵，一个最好笑的代志，就是你会毋知影蒋教授敢个会记，反正就是迄个时阵，阮一去入面的时阵，阮就有声明讲，咱希望教育局会当带头，甲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但是因为因即马公文内底嘛拢写闽南语嘛。阮就讲这实在是无符合咱的国家的语言法，所以阮第一点就已经甲因写明，就是要开会时就有讲过。结果迄当时的迄个教育局长是谢文彬嘛，伊就换着伊报告的时阵，伊就搁伫遐第一句话就讲关于这个闽南语学校我真正听一下规个会就倒起来，我就用差不多20度的声音甲伊讲闽南语。
阮拄则毋是讲过，迄个已经毋是闽南语啊，即嘛迄个时阵，伊嘛市长着随话头挖过，着甲迄个谢文彬着甲伊讲，着甲伊骂讲，啊人一开始着甲你讲，后片袂当叫闽南语，国家已经法度已经改，啊你哪会当你去听无呢啊？啊即嘛，但起码佫挖过来，佮甲阮遮诶人讲，啊歹势啊，咱着爱来原谅伊啊。因为迄教育局长吼，嘛是师范体制洗脑出来，啊头壳拢底屎，所以吼，阮总大人笑出来哩，嘿啊，啊这就是无法度啊，但是教育体制是安尼，因嘛是真可怜啦，因为我本身嘛是师范我嘛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啦吼，啊我家己实际上有看过师范内底的遐个教授啊，遐个是安怎咧洗脑，遐未来要来洗脑台湾囡仔的人，所以我真了解讲，即规个体制是真正是白甲足暗的啦，啊头壳实在是真正是底屎无毋对啦吼，啊但是咱台湾人就是爱去有迄个勇气嘛，咱头脑清楚的人，20%人一定爱去甲迄80%人，逐工去甲伊相弄吼，啊甲伊弄互青仔看会精壮袂，啊所以咱就是较辛苦，就是爱去甲弄，啊所以大家爱做伙拍拼啦，嘿。好，真多谢吼，来啊，佫有无？因为咱时间有限啊吼，咱可能爱若无其他问题，咱就要做一个结论来，有无？老师，我最后想要补充一下，迄个就是拄则益心有讲到啊，伊教印尼仔的台语采访嘛，吼啊，伊落考试的时阵，就伫考试单啊用因写家己的罗马字的名，安尼做加分。啊，二年仔的部分吼，我分享即个投影片互大家看。二年仔的部分，你讲囡仔敢正经看无台语的题目？等下哈，好，敢讲囡仔正经看无台语的题目，伊嘛是用加分题来做。啊，即条题目就是印伫因的考卷后壁，啊，就做加分题。啊，这题目为对来，阮伊的迄个作业簿啊来，所以因其实拢华语的拢写过啊。啊，我就干那改大概做台语版的尔。啊，全班2年啊6个人，啊，全班拢对啊，所以敢真正看无啊，我是感觉囡仔一定拢学有啦，就是可能大人的观念真正需要一寡时间安尼，吼，啊，分享到这多谢。后来，佫有人有意见无？梁光兄，你则敢有要发表一个意见？我是感觉今仔日吼，恁3位咧分享吼，啊，足感动吼。啊，伫咱的开讲室内面嘛，逐个拢安尼感觉足感动。啊，即摆就是讲，咱爱甲即个声势吼，爱甲传出去啦吼。啊，所以确定啊，咱即个了，我会甲做 YouTube 出来吼。啊，请大家吼尽量甲伊分享出去，啊，互即个好的消息吼。啊，知影讲啊，足侪人咧关心，种人咧拍拼吼。啊，希望安尼会当影响去较侪间学校啦吼。啊，阮后礼拜嘛是大乐会节目啦吼。啊，算是讲即个魏文教授，你有要先甲大家讲一个后礼拜有啥物好康诶？哦，因为迄个后礼拜地点吼，秘书长遐安排，嘿，因为我后礼拜拄仔出国吼，伊会出差吼，迄个因为伊拄仔无伫遮，吼，所以我会阁请这个传互大家吼，迄个消息再阁报大家，多谢吼。你心态台湾系真勇啦，培养真侪人才吼。我看到今仔开学安尼，我嘛感觉讲好安尼，即种帅哥吼，啊去伫迄个国校遐吼，啊过含咱拍篮球吼，我想这是推广台语吼上有力的方法啦吼，含囡仔算做伙安尼嘿，毋是干是教成的啦，内底的。这确实无毋对啦吼，就对，尤其国校的囡仔，像我囡仔嘛是共款啦，因会教伊啥物课吼，讲啊白拢是看迄老师啦，迄老师因若教，伊就足教迄门课啦，啊，所以囡仔要安尼教，你就是教8字嘛，教伊算嘛，啊，为算内底学物件嘛，这尤其小学生就是安尼啊，啊，所以就讲咱即个嘛，希望今仔日虽然讲有真侪困难不过咱嘛是对北岭国小有期待啦，莫讲校长还是讲这老师看到这集影片了，所以大家都拢唔敢迄落。咱嘛是拢有甲因鼓励啦，咱嘛对有期待，啊，当然咱嘛，即个就是讲要请北岭国小来做第一间的实验校，
一定爱互人有人力，爱互人有经费。你到若无互人经费，无互人力吼，要其他人会做好势是无可能啦。所以这部分呢，咱南社遮会过来拍拼吼，甲陈市长讲，我一直记条条啦，市长家己讲的，要几千万，伊就愿意编啦。结果呢，才编了几十万呢，实在是伤少啦。当然，这咱会甲市长即个提醒啦，反正市长嘛毋知影即个代志啦，所以咱有机会，咱会过来甲反映安尼啦，好，安尼毋知各位有其他意见无讲袂使无？若无原来时间嘛，安尼等大家来拍搏一个啦，大家拍搏一个鼓励一下大最后家继续拍拼。我分享一个迄个啦即马最近伫美国大家今日烦恼讲，即个小学的教员拢是查某的，所以迄查甫囡仔因无迄款role model去学习啦，所以实在是有查甫的尤其较少年的入去国民学校，是足重要。迄毋是干那讲是干学语言的尔，因为迄囡仔就是咧对老师安尼咧迄个人格咧形成的时阵，爱有一个查甫人款伫迄内底人学习嘛所以除了讲即个语言以外向两位老师感觉讲爱表示讲安尼足真爱钦佩以外我特别爱鼓励查甫的少年人入去国民学校。我想若讲要互咱即个台湾的即个要建国也好，要讲要建立即个较有自信，甚至即两位老师咧讲我感觉一个足重点的，就是讲因咧讲足有自信的啦。我足有自信的，足有尊严安尼我而且咱加油啦好，安尼无咱今仔日心情拢到遮咱后礼拜见面祝迄个魏明老师去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越南安尼会成功好，感谢大家后礼拜六会由咱台德会秘书长郑志成会来主持另外一个议题啦感谢大家，努力大家继续拍拼啦好，拜拜。再会。再会。